云林县的奥多拜车祸死亡的人数是排全国第3，交通部有补助奥多拜驾训班的费用1300块。即马云林县政府要佮补助1300块，所以满18岁哦，伫云林上班读册，佮有所有的县民拢会当来申请补助。云林县的老人人口多，不过经济庄卡所在是大，骑奥多拜无伫安全无，或者是唔遵守交通规则，定定造成事故。为了加强骑车的观念，除了交通部补助达人1300块参加奥多拜驾训班的费用，云林县府佮补助1300块，而且补助的人数无限制。政府有这种政策，咱算讲有要补助这老岁来这考试安尼，常识啊捌挂嘛较好啦，会守法啦。交工局表示，过去单年参加奥多拜驾训课程的人数大约150人，不过县府为去年开始加补助以外，去年参加课程的人数大约达到260人，希望违规甲车祸的风险拢会当降低。所以咱肇事率依照咱这有记录的大概能降低到30几%所以咱的乡亲时代一定要鼓励咱这无驾照的时代，甲咱这时势一定要来。就这个进来，咱的驾训班来上课。第一只落了，咱一个这个受训的学员，其实这个开销无介济，400到600尔。云林县警察局表示，云林因为骑车的人口多，去年30天内因为交通事故死亡的案件当中，骑奥多拜就有116人，占交通事故的67%。少年人落血出代志的比例上悬，因为骑奥多拜车祸死亡的人数排全国第3名。希望透过补助，让民众参加课程，会当减少骑车违规车祸的风险。记者王伟雄云林报道。